好，非常喜欢今日欢迎来到节目。今日老大家讨论医疗单元讲的是嘛？讲的是你身体的霉头。大家有发现无？上次吼有的人身上有一种霉头，其实膝盖也有哦。流汗的时候有霉头哦。了系嘛个眼睛呢，容易来面对起来有嘛个头力度、低度咧，你绕想欣赏咧，大家咧好好分享一下。家家咧分享你今日来宾其实你推案自然加以口解主人吼，老嘉玲先生分享。大家好，我是老嘉玲。请发现基本做对来那大家分享。分享你个欣赏吼，欣赏其实基本日来到你个节目地图，上摆来到大家来讨论当中空间的问题。基本日来到你个节目地图，让大家来讨论你身体的味道，我们身上的味道。比如讲最简单来讲嘛，体味。对不对？或者是汗臭味，黑毛呢就是狐臭、求夫非啊，爱用感问题。所以今本日老大家好好的讲呀，这个好有意思的主题。不过一开始先认为身上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味道，对不对？对，大家吼，每日个人唱会有你味，你个味，按讲每一天一家为底。对，就是比如说我自己从来搞不好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体味，我自己不一定知道。我挺朝顶个，有时候靠近我的人有可能会知道，对不对？我们就先讲好。可是这个体味，除了安永凯体味，我们 Alison 讲，像流汗也会有味道，对，然后狐臭，这是请医师简单帮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有这样的味道，或者是来源。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汗水流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味道的。但是主要是我们皮肤上都会有细菌，那有细菌以后呢，就会把这个汗水里面的成分把它发酵啊、代谢，然后或者是把流出来汗伴随的那个皮脂，会把它就是处理变成另外一种油脂的氧化形态的时候，就会有怪味出来。是像一般来讲，台大底有时候像青少年时期，其实有时候长大没感，但回忆青少年时期，有时候班上有很多同学，你送开体育课，哈口狗还有用吗？可怕，可怕，或者是有时候你坐公车的时候，因为比较挤，好降改时间，因为骑到好像也会有一些味道，对，这也是刚刚医生讲自然散发出来的可能的一种体味。很多妈妈可能会发现说，小 baby 的时候啊，那个味道好好闻哦，百闻不厌，然后一直靠着他的头闻这样子。可是，一到青少年，味道突然变了，因为青少年时期的皮脂腺会很发达，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那个，如果再加上清洁没有做得很彻底，皮脂腺的味道就会开始出现那种油败，甚至混合汗的酸味。对，而且但强安其实欣赏有特别提到，其实味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比如说中老年，也是会有自然散发的一种体味。对，因为中老年人的身上，尤其是在超过50岁以后的人大概从40岁就会开始了，就会开始有一些那种皮肤会分泌一种叫人酸醛这种不饱和醛会出现。是，那它在身上的话，会有一股特殊的我们俗称老人味的这个味道。那尤其是男性通常比较早出现。所以你的一种男生在年纪的出现的时候比女性对，通常40几岁开始就会有人出现。那女性因为有女性荷尔蒙，会保护女性比较不会产生这种不饱和醛，然后所以女性通常是在停经以后比较开始会容易出现。所以这种味道有时候如果味道比较重的话，其实一般你跟它接近的时候，你是可以感觉到的。对，其实尤其是比如说去老人院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产生。那其实有一些老人也很在意这件事情，他们会很努力的想要把自己就是保持个人清洁来去除这样的味道。不过也说到，其实这种气味是一种很有趣哈，你提起咖啡散发出安永感味头，其实有体味，这些体味不一定是不好，对，其实我们人类的嗅觉我们人类嗅觉是唯一一个不用经过大脑下视丘所处理的感觉，也就是说，嗅觉其实基本上它是直通大脑的。那这个嗅觉呢，它会影响到我们一个人的很多行为，比如说，你吃东西的时候，你会先闻闻看
香不香？哎，又是什么味道？嘿，又马个梅头，马个梅头，呵呵。哎，那如果说一个人要择偶的时候，哇，这很重要。对，这个情形你其实潜意识里面是会用嗅觉哦，真的吗？真的。其实，在国外有一个研究很有趣哦，他有提到说，我们人呢会依嗅觉会去选择跟你的基因形态差异最大的。那什么叫基因形态差异最大？因为我们都知道近亲是不可以结婚的。因为近亲结婚会有一些基因上的问题。那如果说一个人的身上跟你味道是差异最大的时候呢，你反而会最喜欢，你会被吸引，对，自然而然被吸引。可是很妙的是，如果你吃了避孕药以后，你反而会喜欢跟你基因形态比较相同的人。那所以就是结婚前要特别注意。对，结婚前你可能要先停掉避孕药呢，好好的闻一下这个味道，你喜不喜欢？因为这会跟你一辈子。对，你就会发现，这个味道我喜欢，我被它吸引，然后到结婚过后，就像性上讲的，系基因差。最台感，那就是最棒的嘛。对，那婚后的事情，那婚后再慢慢经营了，是不是？这很有意思哎。可是这也是我们如果今天没有听医生讲，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一种潜意识的行为，或者是自然而然的行为。哇，这真的很有意思。今天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讯息。其实，在动物界本来，嗅觉或者是就是味道，其实本来就是我们要选择很多事情的一个依据。是没错，在动物界的确是这样子。不过其实说到这边就跟大家来分享，其实我们的人体本来就会有一种这样的一个体味，然后我觉得这就是医生说的，你看这中间其实是很奥妙的哈，不是只像说只是什么发酵的味道啦，或者是因为皮脂分泌旺盛啊，其他因素有很多。不过我们回到这边比较简单的让乡亲们来分享哈，其实一般来说，你讲到你性体感味头，其实就刚刚跟医生说的，你看这有很多的因素。都也会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体味。像大家可能有印象，如果去坐飞机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印度人，或者是阿拉伯人，对，他们有时候身上味道就很重。很多人说真的很明显，真的很明显，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对，就是那个跟他们饮食习惯有很大的因素，因为印度人很喜欢吃咖喱。那所以如果你吃比较多油炸食物啊，对，或者是一些味道重的，还有我有发现你吃比较多肉的人跟吃素的人比起来吃素的人味道体味就少很多，是真的，是真的，因为脂肪含量高的东西，你身体的皮脂代谢就会比较旺，这时候味道就重。对，那另外我们医生还会特别闻的就是糖尿病的病人，还有肾脏病病人身上会有一股奇怪的那种甜甜的腐臭的那个味道，那个也代表他身体是有疾病的。是，所以真的有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体味，对不对？因为这个其实像医生讲的，是讲好养宠改平也还慢性疾病。不过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其实体味也会影响你跟人的接触，对，或是在你说工作的环境里面啊，或是你去约会的时候，长年纪改女朋友、男朋友也是，都要注重自己身上的体味是不是够清洁，要怎么样自我检测自己性红还没有安感味头，有时候自己有自己不知道。其中一家就唔知，有个先去做问偏音呐，问武汉感音呐，问武汉音问朋友怎么好意思？过来就系头壳落一个散吼，你做在肾病一下，你肾洗身体，洗身体若过来。皮上覆盖味头，因为洗身体改时间，你改个鼻子有经过这个水汽冲刷，有一种嗅觉重新来过那个感觉，你再拿刚刚脱下来衣服仔细闻，尤其可以闻这个腋下这些容易流汗的地方，可以闻闻看这样子，这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从爱波哈感应出卖家人有没有？所以你就会讲，我觉得你今天身上好像有一点点。不好意思讲嘛，就是有一点点汗臭味，你有很感味头？哪有？我说有啊，你闻闻看衣服，一闻有。我说你闻闻看，他自己一闻没有啊？你看这狡辩有没有？没有，其实是开玩笑。可是就是你真的，你闻那个衣服，你就会知道你今天有没有。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自己要特别对啊，还有头皮。头皮其实也蛮容易有味道的，对，所以会建议就是说，你也可以，短头发的人是没办法把头发拿过来闻啦。
那可是你可以把手插进这个头皮去摸一下，然后再闻闻看上面沾的那个皮脂的味道。味道是什么，对不对？其实可以自己了解。当然这两个当然清洁可以动宠扰啦，就是你自己有没有清洁，有没有去固定的洗头啊，或是什么，黑蒙讲动一摸谁头那摸没会臭臭的，对不对？不过其实了系老大家咧分享讲，其实身体都有安用介眉头哈，容易来注意，容易来清洁，容易来处理，还有嘛个地区的分享了哈，等下再讲来。今日绕墙头楼咖喱性上来到节目地度，让大家来讨论性体感眉头，我真的觉得好有意思的题目哦。因为大家讲到性体感眉头说，哎呀，好臭啊，对不对？系冇是讲你有谁心毛，你有谁头拿毛毛，系冇动到龙音干咪讲，哎呦，有龙音眉。好，可是我觉得金门堂性上讲会了解说，其实我们的人体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味道，好，其实你了解一些基础之后，你在心理上。面对一些事情，你就会更有方法去处理。好，不过讲到俩，不过上团节目你讲到俺豆干眉头这一段要好来讲一下。有些味道如果不处理好，是不是也会有延伸的问题？对，比如像霉菌感染，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是，应该是这样讲。我们尤其是像脚。对，脚最容易就是夏天啊，会有脚臭味。那脚臭味的来源一样是有汗水跟细菌。那可是因为汗水在我们脚底这样浸渍了以后，很容易会造成一些细小的伤口，因为浸润那个皮肤就烂嘛，然后再加上摩擦，它可能会有小伤口出来。那小伤口以后就会创造一个空间，让霉菌可以进驻。我们身上其实随时都有无数的细菌、霉菌都在的，那可是他们平常有这个皮肤保护，其实是不容易侵入。可是，一旦有伤口，你就会容易让这个，尤其像脚部的霉菌，它喜欢潮湿的地方。所以，如果脚臭味很严重的人，我也要提醒，就是说你可能要注意，是不是其实也有霉菌感染的问题。这听起来蛮恐怖的，因为有一些人真的。所以去选择餐厅吃饭很重要，不要选择那种海改川汤嘛，对对对，有一些餐厅好开心来聚餐，就一进来百味杂陈，对，因为那个环境很优雅，就台盖一楼类说，脱鞋子好棒哦，就觉得怎么有一种味道。其实我觉得这不是责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自然发生的事情，只是你要注意这件事情。而且像医生说的，如果感染了，那就会更严重的问题。对，那我提供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经验哦，那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说，脚有一些霉菌感染，你可能就会去医院啊拿药膏啊来擦，来杀霉菌这样子。那其实早期我们家也都是这样，就是如果有家人有香港脚都有家人是这样的话，就用霉菌药膏。可是我后来发现说，其实天然的精油也蛮有它的效果。那尤其是有一阵子我的家人有香港脚，那香港脚那个臭味呢，我们用了天然的精油以后，居然发现不止香港脚霉菌改善了连他穿的鞋子，因为那个精油它本身你在抹了以后，它会有一部分踩在鞋子里面，它会渗透到这个鞋子里面。居然连鞋子本身味道都改善了。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用的，所以我也推荐给大家，就是说你不一定都只是靠药物来处理你的一些感染的问题。其实如果用到天然精油，它既可以处理感染，也可以去除就是味道的部分。所以信上 Give Me 是不是有带来？对，我今天特地就是跟大家就是做了一个这个天然的这个精油做成的按摩油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这个就是医生说，比如说像霉菌脚部感染的，这个是可以使用的，也可以使用。然后再来，像如果说你是本身流汗比较多，然后怕说体味比较重的话，那我也因为其实像这一个精油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有用了就是澳洲尤加利跟茶树，那这个是杀菌用的，就是无尾熊的最爱。对，无尾熊最爱，然后它身上香香的嘛，然后就是这个可以杀菌。对，然后再来，因为有些时候是因为流汗流很多，所以我有加丝柏，然后还有这个杜松浆果，它们可以抑制
过多的汗水。是。那还有加一个玫瑰天竺葵，天竺葵它本身味道比较好，所以如果像男生用的话，可以不用加天竺葵，因为天竺葵比较女性的味道。那如果是女生用，我就强力建议。哇，我会有一个而且天竺葵可以调整女性荷尔蒙，可以让你荷尔蒙比较平衡。哇，有点等不及了，所以应该要怎么用？对对对，我们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子，滴一个几滴。我看医生滴蛮多滴的。因为是用在医师的手上，然后医师带来真的很大方，是，所以是可以放到掌心。对，我们当然，我们就直接可以抹在你想要处理的部位，比如说腋下吗？对，腋下啊，或者是说脚底啊，嘿，那可是因为我今天不太可能抹在腋下脚底，用手部示范，我们用手部示范，比如说，我们今天抹在脚底，那尤其是记得缝缝之间，你一定要抹的彻底一点，对，抹到，那甚至脚背的地方，你可能也要抹到。那我要问一下，像医师你这样子抹精油，如果假设像那个手，假装是脚好了，你这样抹，如果它本身已经有霉菌感染了，一定上面会有一些的伤口跟破皮，是，你可以直接这样抹，没有问题。其实因为这个精油本身的话，它有杀菌，其实的绝大多数的精油都有杀菌效果。其实它就仿佛你擦了一个杀菌的药膏一样，所以其实是 OK 的。所以直接这样抹。对，那我要再问另外一个问题，手是干净的，对不对？而且手又没有伤口，又没有霉菌感染，然后这是你的脚，这个上面有香港脚的霉菌，你可以直接这样，你抹完再洗手就好。也是，因为我刚刚只是想到。有没有一般你讲的脚骨有个霉菌感染，胸都被一等一样，用手这样子去，可是不用太担心，不要太担心。对，而且它又是纯天然，它其实就不是药品。对，那真的很神奇，可以长期使用。对，你知道吗？医生因为现在在我前面用手示范，我其实已经可以闻到那个味道，很香，对不对？哇，这里真的很舒服你应该早点拿出来示范，我们这里就会很舒服。是，不过这是一种方式。对，如果线上有讲到精油，比如讲像霉菌感染可以这样用。不过我们讲刚刚说腋下嘛，腋下流汗啊，走得柔。对，换个角度想，现在市面上其实有非常多的止汗剂跟或者是什么香膏。对，你去到很多开架式的产品，你是走得卖得到，而且也不会很贵，那可以用吗？止汗剂其实现在医学界一直有很多的这个众说纷纭因为的确也有一些止汗剂的成分，少数的研究认为它可能有致癌的风险。对，但是说实话，这个目前没有真正的定论啊。那毕竟它是一个人工化合物所以我还是会建议就是说就是适度的使用就好了，不要过度依赖它。真的，因为好像这边医生帮我们准备一张，就是一般来说它可能有这样的成分。对，蛮多都是所谓的铝的化合物的成分因为它可以收敛汗水的部分。那只是说用量上面可能请观众朋友注意一下，就是通常会建议就是它的比例不要真的太超过它的限度，比如说聚合铝呢，它不要超过25%氯化铝不要超过20%，主要是因为如果超过这个量的话，你可能皮肤比较会有一些过敏反应。还有就是说，这类铝的化合物其实用久有时候会有色素沉淀的问题。哇，所以其实如果真的，因为有时候你去用止汗剂，实在是因为你真的有味道，你每天按用你送伴，你会觉得不好意思。对不对？你不要讲男生，如果是女生呢，谁你夯所以。美美的走在那边一靠近，你会不好意思，所以难免都会在市面上用到这样的东西。所以其实买的时候真的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的成分。对，那还有就是，其实一个人容不容易流汗，有时候也跟他的焦虑状况有关。所以如果说你很需要止汗剂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也要回头来想一下，是不是你真的太容易焦虑了？那这些焦虑的情况有没有可能借着其他方式来改善？那不然你就一直依靠止汗剂，其实可能有时候你也会觉得为什么都只能靠这个这样子？对，所以其实用医生这样来分析，其实真的是每一个环节都环环相扣。其实就像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营养均衡的时候，讲来讲去，或是慢性疾病讲来讲去，就是跟你生活方式有关。对啊，你睡得好，或者是你不焦虑，那自然而然可能也影响到
这个部分，止汗剂就可以减少使用，然后再加上一点精油，整个人又变得很舒爽，有没有？出门觉得好像都可以出去谈恋爱的那种感觉。是，我觉得这是访问罗嘉玲医师的好处哈，可能肌盖棉，然后笑眯眯的，然后又使用精油，然后感觉上其实这整个人就会比较放松，然后比较沉淀，比较沉稳，那也许也就影响你整个人体的一些运作的方式，对，那个运作方式改变了，也就没有这么多那样的体味或什么的，对对对。不过还是有一些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可能就要借由别的方式。是。不过方式其实性上一讲的动动嘛，一般来讲就是清洁很重要，对，这是一定要的嘛，对不对？然后一般来讲还有比如讲你性上一讲都其实就得建议大家用精油，这是也是一个是改动性嘛，从然后肾发改风湿，系讲你只是动养虫来放，当然你可以去看不性上看应该问题就是你需不需要做一些治疗，因为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去听说还是可以做侵入性的治疗或什么的。不过到底用因来治疗的系咩有安样改风湿走对来走，有没有必要？那当然还会问性上看，然后性上好好来讨论。所以你想你改用亲朋友先聊下，你马查，你等下节目公告过后转过来，你好好来看到底用因来治疗。所以大家先聊下。因为绕墙罗信山来到节目地图，然后大家来分享一点性体感眉头，很有意思哈。上团改节目一点讲到，如果真的有些人很严重，他其实是可以肉性上讨论，它是可以有治疗的。我们这边提出了，譬如说治疗的缝隙。对，有侵入性的，也有非侵入性的。其实主要是狐臭啦，狐臭是大家可能最难靠单纯的就是清洁啊，或者是止汗剂就可以完全处理的。主要是因为我们狐臭的个案呢，通常是因为它的腋下有所谓的顶浆腺。这个特殊的皮脂腺它所分泌出来的这个皮脂，它的经过细菌发酵以后，味道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所以主要这些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在处理顶浆腺的问题。那一般我们分侵入性跟非侵入性。侵入性来说，就主要就是会开刀。那因为我刚刚讲，就是它有顶浆腺，它是在腋下的皮肤之下。好，那我们这个顶浆腺，如果我把它刮掉，就不会有产生这种会产生味道的这个问题吗？那所以最早期的方式就是用传统的汗腺整个把它刮掉。那刮掉的话，好处就是说，它大概是所有方式里面效果最彻底的，因为我真的就把它刮掉了。是。那可是就是说，因为它为了把它刮干净，有时候它的伤口真的比较大。其实如果有观众朋友有机会去网络上查查看，你就会发现说，刮掉以后那个伤口青会一大片。然后它可能伤口也开得比较大，再来有时候刮的比较彻底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伤到表皮，甚至会有少数个案出现表皮溃疡的问题。对，那它的修复也比较久。那所以这一类的所谓传统化汗腺刮除，我会建议就是说，狐臭非常严重的个案，可能就还是要考虑这个。它并没有说完全不好，只是说第一个你要找经验好的医生，再来就是说，如果你只是轻微的狐臭的话，可以不用到这么侵入性的。那后来的改良就是有所谓的微创手术，它的伤口比较小一点点。那可是因为伤口小，它能刮的范围相对就少一点点，所以它的效果比不上传统汗腺刮除这么好。那可是它就适合说，狐臭没有那么严重，那也很在意就是伤口啊修复这一类的个案，那你可以跟医生讨论这样。对。那有一些个案他就是想说，那我还不敢用到手术，或者说，我因为假期的限制，我没办法排时间来手术，那可能就会用非侵入性的。那非侵入性现在有2种，一个就是用微波热能把这个顶浆腺，说实话，我就是把它类似快要把它煮熟的程度，就是把它用热能把它烤一烤，然后让它比较失去功能。对。可是因为它不是真的去掉那个汗腺，所以呢，它还是会影响，就是说，过了可能一阵子、几个月、半年以后，你这个汗腺又恢复活力了。对。它又开始了。
那施打肉毒杆菌也类似，施打肉毒杆菌它主要是借由说肉毒杆菌它会去阻挠你的汗腺旁边的神经跟大脑之间的连接，所以它特别适合，就是说，其实狐臭不明显，但是只要一紧张、焦虑，汗一流一多，就开始很明显的人。就是那种人，其实是因为情绪的问题产生神经的连结，而造成多汗的状况。这种人打肉毒杆菌效果比较好，就比较好。对，可是如果你是24小时狐臭都很严重的，那我说实话，它不是因为神经的影响，并不是因为焦虑啦、紧张造成的。这时候你打肉毒杆菌，说实话，你会觉得效果不明显。那再者，肉毒杆菌它持续比较短，它只能持续3到6个月，对，就会没有效果。这样是。那要注意，就是说，如果你是真的把汗腺移除的这种个案，就是所谓侵入性的个案，通常它会比较明显有所谓的代偿性出汗。代偿性出汗比较难解决，就是说，因为我把你的汗腺刮除了，可是你身上就是有这么多汗要流出来，所以它会从别的地方流出来。那可是我们这个在事前开刀之前，我没办法预测你是会从哪里流出来，所以有可能我开完刀以后，你变成都从背上出汗。也有些人就从脚底出汗，也有些人就从手出汗，对，所以这个就是在开刀前你一定要想清楚的，就是你可能会出现，而且你不确定，对你没有办法先说，哎，我拢讲哦，你两百手术走腿狗后，我动铁停，它会从背，你还不知道，对，而且有时候出现在你没有办法预测的地方，搞不好会是另外一种困扰，对。可是至少它可以解决那个狐臭的问题，至少狐臭的问题走得改变，有可能会有心脏功能该种不知道从哪里出汗的代偿性出汗。哦，这样的个案应该也是蛮多的。对，所以这个事前一定要沟通好，不然你可能会陷入另外一种失望这样子。好悲伤啊！不过我想不论原因啊，就是你其实各种条件一起去处理啦。比如看绕心上讨论还有一种缝隙，你平常的清洁是一个方式，对，然后你的饮食是一种方式嘛，所以是各种条件一起来配搭。比如说像这边我们就有提到说，其实解决汗臭的清洁方式就很重要嘛。对，当然不是说你如果自己本身知道你的体味比较重一点，你就要更比一般人更重视你自己的清洁感问题。这边就有提到，比如说清洗汗腺集中的部位，我觉得这很重要，是真的。对，那而且我们会建议就是用比较中性的清洁剂或者是肥皂，因为如果有些人喜欢用碱性太强的，或甚至有些人喜欢用所谓的药皂哈，其实我们都不是太建议，因为其实清洁力如果碱性太强的或者是药皂之类的，它反而破坏我们的皮脂腺。那我们的皮脂就是表面的皮脂的这个被清洁太彻底的时候，我们身体的皮脂腺反而会想要分泌更多油脂来弥补你刚刚，所以反效果。对，用概念是，所以我们会建议就用中性的来清洗就可以了。是，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而且可是现在市面上大家都会推那种就是所谓的自然有机的那种是擦固，意思就是说你容易来不要有化学成分，尽量的去避免。像那样子的，其实也对人体不会有最直接皮肤改、送回改问题，也可以。所以这边当然也讲过，就是说什么紧绷的从很改上浮啊，或者勤换贴身衣物，其实这就是平常你生活的清洁。对，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尤其是青少年。很会流汗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感问题。当然，女生男生都一样啦。其实除了你讲安用改清洁感问题，还有一道问题就是跟我们的食物很有关系了那这边讲到的是脚，所以脚臭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很多青少年回家的时候，妈妈都会说你谁给我。对，我会建议就是大家洗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大部分人比如像大家都是淋浴为主嘛对，那淋浴完以后呢，你可能从头开始洗到脚。那有些人就没有注意到脚缝还要特别再用清洁剂再洗一次，以为说刚刚清洁剂这样一起冲，应该脚就冲到了，其实不 OK 的。你脚的部分一定要，我觉得它等于没有洗。对，我觉得那个脚只有被水冲过而已。对，要额外特别去洗它。对，好，这个很重要。
好，那所以让乡亲朋友来分享一下哈。当然就是说，我们尽量要穿比较，黑公你本身有脚骨球感问题，你走海改时间就要穿比较能够透气的鞋子嘛，对不对？黑蒙拥有走该不透气的鞋子，然后谁脚给时间又不认真洗。然后还有要建议就是要在吸湿的部分，可能可以用袜子。有些人想说，我脚容易臭，我要通风，我反而，穿布鞋的时候我就故意不穿袜子。其实那样子汗水反而更容易积在脚缝间，所以我们会建议，如果说你是穿那种不是凉鞋的，需要穿袜子的鞋子的时候，务必找一个吸汗的袜子，把它汗水吸起来。好，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些少碰的食物，像油炸食物这边就很重要了。对，其实不管什么体味，因为油炸食物本来吃多了就不好。对，油脂味会重。油脂味会重。对，吃油炸食物。对，然后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比如说像线上前面有讲到像咖喱吃多了，印度人的咖喱，对对哈，这个是这边。还有就那改善体味的饮食呢，这个很有意思哎。对，那因为我们有一些发酵类的食物，其实它里面会有所谓的益生菌。那我们体内的好菌比较多的时候，其实也会变化我们的体味。那花草茶我个人也蛮推荐的，因为花草茶本身哈，它这些植物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体味比较偏向大自然的味道。那而且花草茶不含咖啡因，其实对我们人体长期来说并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对，而且这边也提到发酵类的食物哈，对，像你讲泡菜啊、味噌啊、安油改东西哈。节目最尾让大家来分享一下，像抗氧化的食物是对，其实这本来就对身体是好的，对，本来就很好。那最主要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老人味也好，或者说一般的体味，其实都是一个皮脂被氧化，还有被细菌代谢的结果。那要抗氧化的话，也可以让我们的皮脂比较不容易产生怪味。哇，太棒了哇！今日唐信上讲到安都吼，相信应该观众朋友啦、乡亲朋友手无听出动态吼。其实各位小样嘅问题，其实肾白地图动作嘅问题都强下来注意哈。所以今日非常感谢信上呢个节目地图嘅分享，什么信上？好，乡亲朋友听下咯，你有咧做认同了。